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咧翻嚟快樂商道，我係 Penny 上黃喜志。話說咧，張繼聰最近咧有套新電影《金童》上映，唔知咧你睇咗未咧？其中咧佢接受一個 YouTube channel Valentine 嘅訪問，咁咧佢分享咧佢自己靈性修行上面嘅點點滴滴，咁啊非常之性感啊！呢幾日咧好多同學咧都話呢啲嘅話題好有共鳴，話咧同我哋講緊嘅嘢咧好似喎。譬如咧佢講到話靈性嘅覺醒咧並唔係離地㗎。係喺咧坦誠入邊咧去面對自己。你有冇令你入邊嗰個細路仔失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做大人，所謂大人嘅時候，成日你都要去檢視下你自己咯。咁原來明星咧都要面對好種唔同嘅痛苦啦，先至會遇到覺醒。原來吸引力法則並唔係咧齋諗就得。咁咧，好想借呢條片咧同大家分享咧張繼聰講嘅靈性修行有啲咩正嘅概念，同時之間咧幫大家拆解一下3個關於喺靈性修行入邊咧常見嘅誤解。第一個概念，信念影響實相。阿聰喺個訪問入邊咧，佢提到吸引力法則咧並唔係齋諗就去咧吸啲嘢翻嚟，即係話我想揾錢，我想揾錢就有錢。佢話咧，而你內在究竟咧係邊一個嘅版本嘅你就會咧吸翻邊一個版本嘅結果。哇，聽落真係好正喎，好似講緊 be do have 咁樣。咁好多人咧就以為啦，只要咧我正面積極諗好嘢正能量，就吸翻啲好嘅運氣翻嚟。但事實上咧並唔係咁噶。你係咩人，就自然你會吸翻啲乜嘢嘅嘢翻嚟。佢所講嘅咧版本其實就係咧講緊而家我哋嘅信念，而結果咧就由我哋嘅習慣加情緒加信念所組成嘅一個內在設定。因為咧我哋嘅內在信念一路咧影響緊我哋嘅行為，行為影響情緒，情緒咧最尾咧就會影響咗結果。所以咧如果咧我哋嘅內在設定唔改，外在嘅結果咧只會不斷咧咁重複。而且咧好多人會咁樣話，你生命當中遇到嘅所有嘅難題，往往咧都係你嘅功課。如果你入邊唔去作出改變，你咧會一路咧 loop 喺呢個問題入邊。修行咧唔係求神拜佛，而係咧要對自己100%坦誠。好多人咧去學習身心靈咧，都會話要聆聽自己內在嘅聲音 ，follow your heart。其實咧會好容易咧變成咗咧逃避面對嘅呢一個藉口。而阿聰喺訪問入邊咧，佢講得好好嘅係靈性覺醒唔係咧離地，而係咧要誠實面對自己。所以人一定要對你自己好坦誠。尤其是你真係有志向想靈修嘅人，呢個咧真正開始修行，通常咧可能係因為好似我咁樣遇到痛苦、遇到困難，又或者咧挫折，先至會逼你開始反思。而佢更加咧喺訪問入邊咧多次強調到咧自己要坦誠咁面對自己，特別咧係要覺察做一啲咧自己感覺到咧好 excitement 嘅事情啊。咁啊唔好咧俾啲恐懼去推動你做嘢，用正能量去行動，自然而然咧就能夠產生到咧正面嘅結果。佢咧特別咧好中意將修行咧變得好生活化，我哋個叫做落地，都可以咧將打坐冥想放到喺日常生活入邊。所以咧好多人咧都覺得哇佢好正喎，呢個 New Age 嘅實行嘅方法，但係同時之間咧亦都會令到咧大家咧有啲嘅 misunderstanding。哇，乜做 gym 咧都可以係冥想嚟嘅咩？張繼聰咧喺佢嘅分享入邊咧提到，佢平時咧會接地氣、行沙灘、打坐。甚至乎咧做 gym 咧都係佢嘅一種冥想。其實我會成日會接地氣啊，我會行沙灘啊，即係我會去打坐啊。其實做 gym 對於我嚟講係 meditation。呢度咧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下，特別係喺修行路上嘅你啊，呢個咧係90%以上嘅人咧最容易咧跌落去嘅誤區。因為咧放鬆或者專心做一件事咧，唔係代表你真係做緊冥想。如果唔係專心打機、專心釣魚、專心揸車，咁啊呢啲都應該係冥想。係咪先？仲記得咧，大概我喺10年前，我會咧喺線上或者咧喺做緊瑜伽嘅時候，跟唔同嘅老師學到咧唔同嘅打坐或者冥想嘅方法。身為一個企業家嘅我當然希望我能夠好似 Steve Jobs 咁樣，透過冥想訓練我嘅大腦、我嘅意識，擁有更強大嘅專注力同埋洞察力。但其實咧專注做一件事咧，唔會令到你嘅覺知層面咧提升嘅。冥想其實咧係有系統、有方法、有階段咁樣咧訓練到你嘅心智。咁如果咧喺呢個地方咧你搞錯方向嘅話咧，好多時都會多走好多冤枉路。仲記得咧以前咧我係初哥嗰陣就話，求其喺網上高咧睇一啲嘅冥想視頻，就以為咧我自己好巴閉、好把炮，聽下啲音樂放鬆，就以為自己係冥想大師。當結果咧我真係同大師有機會坐低做冥想嘅時候，哇！我嘅身體咧覺得咧非常疼痛，雙腳麻痹，先知道咧原來自己練錯咗好多年，浪費咗咧好多嘅時間。我仲咧喺個嘅冥想課程入邊咧，會同大家講關於乜嘢先至係冥想，乜嘢咧唔係冥想，點樣用冥想咧去提升我哋內在嘅方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記得留言冥想。咁我咧日後咧就會分享更加多有關於咧正確冥想嘅知識俾大家。內在小孩同《金剛經》講嘅無我，喂，我信邊個好啲啊？好多人咧表面硬淨、陽光開朗，但其實喺個心入邊咧就住咗一個仲未咧被安撫好嘅小朋友。所以當事人有陣時咧情緒突然間大爆發，呢個嘅反應咧往往唔係咧現在嘅自己，而係過去呢個咧受咗傷嘅小朋友再一次咧被觸碰到。所以阿聰咧喺書入邊咧經常都會講到咧，我哋咧要覺察我哋呢個內在小孩嘅感受。當我感受到有 excitement 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嘅 calling 啊，叫你去努力行動。千祈唔好咧俾你嘅恐懼咧去推動你做嘢。咁啊，用呢個嘅 concept 啊，內在小孩咧係幾乎咧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做一啲決定。但相信咧好多學員都留意到 Benny Sir 咧呢10年都好少咧講到關於內在小孩嘅呢個概念。咁啊，原因係因為《金剛經》嘅智慧入邊咧，唔單單指出外邊世界係虛幻，係我哋嘅投射，更加咧注重關於空性嘅理論。如果咧你冇聽過筆嘅故事，可以咧點擊以上嘅連結，睇翻咧我之前咧拍過嘅視頻。我咧會喺我嘅收費課程入邊咧同大家講，經常咧都要思維空性。如果咧我哋唔能夠理解空性嘅真正含義，咁咧就會執着於咧照顧我哋嘅內在小孩。因為咧真係有一個咧嘅內在小孩存在。我估啊，如果今日啦須菩提去問佛陀討論咧有關於內在小孩嘅呢個諗法嘅時候，有機會咧佢哋會咁樣去互動。如來說內在小孩即是非內在小孩，是名內在小孩。咁呢個概念咧係幫我哋去理解情緒，但係咧唔好咧將佢當成咧有真正一個自性存在嘅實體。如果你唔打開、唔理解空性嘅呢道門，我哋咧往往咧係停留喺一啲嘅概念上面，好難咧真正咁突破咧內在嘅限制。所以咧，當我哋用唔同嘅名相 label 嘅時候咧，要非常小心，因為咧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嘅心智產生咗咧唔同嘅畫面，阻礙我哋咧嘅修行成長。成功嘅阻力咧，從來咧都唔係咧存喺外邊世界，而係咧我哋俾我哋自己嘅定義。如果咧你內心認為我唔值得擁有，我冇配得感，我做唔到，外在嘅結果咧只會咧係重複緊呢一個嘅設定。所以當遇到困難嘅時候，用乜嘢嘅語言同自己傾偈咧係好重要。所以阿聰咧成日都會形容自己咧係一個積極到自欺欺人嘅人，將所有嘅困難都變成咧正面思維。正面思維唔等於你係可以改變命運。如果信念設定冇改變嘅話，只係用我勁我得噶啦，我頂住啦。正面思維好快咧就會崩潰咁跌翻落去。所以呢度咧我要俾大家一個忠告。就咧，關於咧專業修行同業餘修行當中咧，你揾一個平衡點。因為如果我哋講得太深奧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覺得哇，周身唔自在啦，身心靈好似唔落地喎。但如果咧佢講成長只係簡簡單單咁好好生活，將你嘅專注力將個心咧放喺正面思維，咁咧就會令到我哋變成咗好似一個咧業餘嘅登山者。呢度我講嘅山係講咧爬入去咧我哋嘅內在世界呢個嘅神聖山峰。當我哋有機會遇到善知識去學習嘅時候，應該咧把握機會深入咁學習。咁未來當你遇到難題，你先有更加嘅工具幫你拆解。甚至乎咧，如果你想改寫劇本，單靠咧正面思維咧係唔能夠咧幫到你完成呢件事噶。我哋咧必須要了解到我哋嘅劇本係點樣創造出嚟，先至能夠咧由根源咧去將佢改變。所以今次嘅訪問啊，有好多嘅內容咧，我係好認同噶。誠實去面對自己，改變咧內在嘅設定，正面思維都係咧修行嘅一個部分，唔係再靠外在世界咧嘅工具，而咧翻返去內在探索。但係唔好誤會，專心唔等於冥想，冇一個咧自正存在嘅內在小孩。正面思維咧係令到我哋變好嘅源，好似水、陽光、太陽咁，但咧佢唔係種子因。靈性修行既要落地又要上道，既要有覺知又要咧靠工具，既要拆走設定又要咧懂得空性。如果你都想知道咧，到底你練緊嘅係咪真冥想？點樣可以唔再卡喺身心靈嘅半路？除咗留言分享你嘅困惑，亦都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下星期咧，我將會同大家分享如何擺脫內在小孩嘅枷鎖，用種子法則改寫你嘅人生嘅劇本。想即時深入學習，你可以私信我查詢我哋嘅基礎課程，避免咧走冤枉路。我今日咧嘅分享就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